吼。那因为伫即个五祖的门下所有弟子呢，拢总是因为即个身受就是伊的教授师，所以这人呢，这师弟呢，可能嘛想讲这个一定是即个身受大师呢，咱毋免搁为着这啦那来搭头壳，来搭头壳那当然，其实安尼讲起来，嘛会使讲是个人生死较主要嘛，那当然，咱若如果有迄个因缘，嘛袂当讲伊是教授师，咱就好去了解，会当成就的迄个因缘，那当然，而且咧，叫做即个身受大师，咱家己看，当然，伊会使讲是非常的伟大啦，伊的重点呢，就是讲，以天机那么求法即善，必做即恶，当然呢，你会当求法，就是讲伊伫修行这段当中呢，伊到底会当真正是毋是达到了着五祖，那么伊所期待，的迄种的成就，的迄种的地位，是毋是安尼？那当然呢，如果讲是为了着所谓，那当然伊嘛知影，安尼是必做即恶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讲伫修行学道来讲起，当然咱要会当成就，尤其是讲咱在道场来讲呢，并毋是讲咱有挂着啥物名，咱当有机会成就，这没有绝对，没有绝对，嘛是爱看讲咱身受有真修实练啦，有真修实练，即使就是无挂即符，伊嘛会当成就了着成千分，有挂即位，但是有符你无够，你无法度行使了着你应有爱去做的，当然你咧成就嘛是困难啦，因为上天无私，伊亦是父嘛，所以师父嘛甲咱讲，未来成就毋是看道场的大小，毋是看你，看你做偌济，那么嘛毋是讲看你的迄个不等大细间多人偌济，这个没有绝对的，嘛是爱看咱伫地位内底安怎去成就啦，练得好，无代表会成就，敢是安尼？因为外行好，无内格，你有内格，无外行，那么要成就，其实嘛是有难点，所以讲咧，伫修行内底，无非嘛是讲伫未来，会当真正的飞天弥补，不在于了离世间，的即个名相，即个名相其实拢是落在世间，的迄个名相，伊不足以代表未来的成就，那当然伫即个所在，即个身受大师呢，来讲有心有虑啦，有心有虑，伊就是想足济，想足济啦，当然就是讲，我要来听即首棋，五祖希望咱听伊，当然咱也有加甲伊想，就是讲就当然啦，拄好有即个机会，我来听一首棋，互五祖去了解讲，是毋是我已经有达到某一种的成就，安尼的话呢，那其他无其他的思绪，当然呢，咱就叫做无为而为。但是呢，咱若是心有所了求，爱是有所了解，故就是讲咱今日咧行善，你行善到底你度遮济人，到底你布施遮尔济，你是见利于人，你是要见利于人，互人知影讲我做遮济，我做遮济，
爱是讲哦，我拄好会使，哦，我足自然的，哦，啊，我有可能语言较好，我读较济啦，哦，有可能我经济较好，我会当了解较济。那么呢，伫即个有为而为内底，你所去做出来，哦，那么呢，会使讲就是率性而为的话，当然你就袂有点点滴滴，你的心袂有上上下下，哦，特别像即个新秀大师共款。所以新秀大师呢，伊就是哦，伊就是素心上达，哦，那么连带家己修呢，哦，连带一直家己修。所以讲咧，咱伫道场内底呢，有当时啊咧，唯有就是讲咱率性而为去做，哦，咱嘛应讲吼，去受着人的言语啦，哦，一个人讲咱歹，无代表咱歹；一个人讲咱好，嘛无代表咱好。因为每一个人看的角度、因缘无共款，哦，啊，唯有就是讲咱若歹，人讲咱歹，唯有就是哦，反观倒转来反省三思。哦，若如果毋是，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咱做的比人别人唔知，哦，啊，无定着人会误解讲吼，啊，伊就是爱表现，哦，安尼咧，啊，咱无，毋是讲，我毋是讲要表现，因为我为了成绩，啊，我会当做，我加做。如果若是讲伫即种的经验内底，那就不要想得太多了，哦，啊，就率性去做就好。啊，若无咧，会亲像新秀安尼吼，哦，想的遮尔济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变成咧，伊的心咧，就迄个难点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当中咧，那么左右为难，哦，那有当时啊，伊就是分率性而为嘛，哦，所以讲咧，有想是有违法，哦，那么即种咧是叫做有违法，那么有违法咧。变成互咱人，哦，变成就是一种的得失心，哦，那么就是有目的感，哦，这个伫修行当中呢会有痛苦，啊嘛安怎呢？嘛有可能会半途而废，哦，啊咱若率性而为，啥物拢总是以道场为主，哦，以公无私，哦，那么坦然以对，那么呢，咱所行所做的一切。就是安尼去甲做就好啊。哦，啊若无要安怎？哦，因为每一个人的迄个哦看法无共，人要安怎甲来讲呢？其实咱嘛无法度啦。哦，啊若如果讲是像人讲的，当然咱伫站在修道的角度呢，当然咱一定爱去改变。哦，咱若无去改变，其实未来要成就就爱有困难。哦。那么伫遮甲咱讲，无为无为法应以事相，那么遮个事相，毋是人相、众生理相、我相、正相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那么也就是讲，爱依据了着文字、语言，甲着伊个心言、名义上，心言，也就是讲咱伫即个文字。伫即个文字，落在即个文字，你去互文字甲你左右，你去互言语甲你左右，你去互你心识甲你牵引，那么呢，所去形塑出来，所去形塑出来叫做无为。所以遮甲咱讲，咱一定爱理即事相，所以讲呢，为什么要理事相文字？因为文字来讲，文能载道，文会道。文字只是会当引导咱去了解了着即个道，但伊毋是道。所以讲咧，咱如果伫修道内底，当然依法行事，那么到咱圆满的时阵，咱嘛爱注重了着即个法，那么咧，甲伊去除掉，互咱会当真正达到了即个空相，所以讲呢，即个道呢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所以讲呢，唯有咱必定要当达到无为而为，咱一定爱去除。
咱一定要去除了即个思想，那么呢，就在即个言语，因为道袂当用讲的，道用讲的，就毋是道，因为伊离道会拄。但是咱讲你道言语道断无唔对，毋过你搁袂当无讲，因为唯有就是讲，你变啊引导，要引导家己，变啊引导兄弟姊妹，但是你必定到最后呢，咱一定爱离开了即个言说，离开了即个言说。那么心言就是讲较多讲的呢，就是讲咱想济啦。想济，用热心去甲做就好啦。因为你若用热心去甲做，那当然你就会有爱。咱若咧想讲，我安尼做，毋知互人家讲伊搁咧计较啊，伊搁咧点啊，伊搁咧安怎啊？如果若是安尼去甲想呢，那当然安尼有可能我们就会不自在。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，咱要达到无为。不违法，那么应离开了的这个思想、文字、言语、心言这个名义上，咱若离开了的这所行的一切，就是一心，就毋免亲像神秀大师安尼，伫遮感觉来，毋知要安怎，惊安尼狂讲，惊安尼也狂讲，就是安那想较济啦再来就是讲五祖当前有波罗三间，年请供奉罗日华人家境变相，及五祖显迈道，流传用用，身受足义，诚意，速度欲停，行至单情，行至当情，心中恍惚。片心汗流，年停不得，前途因四日，那么呢13度停疑不得，那当然呢，伫这个这个新秀大师呢，那当然伊要听这首词，那去到迄个五祖下大个所在呢。那么五祖当前无歹势五祖当前呢，就是讲有一个部落三角，这个所在呢，本来是来邀请的这个玉皇，罗日呢，要来为这个人家跟变相道，到的这个五祖显迈道流传用用，那么因为这个新秀大师呢，伊做义做好，那么伊一直要听话了的这个五祖，但是呢，心中恍惚就是讲，我安尼做，到底是有达到五祖伊的心境无？是毋是讲来到这个当中修行，那有所得，有所成就无？所以讲呢，伊一直对伊所要听即首词呢无信心啦，所以讲呢，伫遮呢片心即个汗流，会使讲经过4日13天，无法度甲即首词来呈现互了即个五祖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呢，咱嘛知影讲即个新秀大师呢，伊对家己。会使讲是有即个信心啦，那么呢，伫遮甲你讲，见性自然知啦，何须有疑证？心乱而不静，天地亦荒淫，那么伫遮见性自然知啦，那当然呢，咱伫遮呢会当去了解当时即个六祖呢，来拜五祖的时阵。那么咱五祖甲你讲，你是甲调的人，欲空有作佛。那么伫咧当中呢，即个新秀大师呢，即个六祖，那就甲即个五祖回答的，人有难北，自性敢有分难北？那么和尚心与甲调心不同，但是自性有何差别？
咱来甲想，安尼敢有见识？安尼是毋是讲伊已经达到伊个见识了？伊是一个见识，伊会当去了解，伊即份人知影，知影。所以讲诶，咱人就是讲分有了解不同诶即个种族，诶即个有西方人、东方人，咱讲有美国人啊，有澳洲诶人，有大陆诶人，有中国诶人，有即个倒处各国诶人，但是伊自身拢总是相像不变。所以可能读书伊就有法度去了解，咱来甲想，咱若无来修炼学道，有可能咱嘛无法度去肯定自身当中有一尊佛，敢是安尼？那么呢，咱来修炼学道了后呢，当然咱更加肯定咱人有一点的灵性，这点的灵性就是由上天所来，那么伊的一个佛性。这是肯定的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讲呢，伫即句句的内底，当然就是讲，你都有见性，你就知道了，见性你就知道了，毋免得去做啥物记啦，毋免得去做啥物记，所以讲呢，而且也不要讲讲心乱意不静，天机亦妄然，心乱意不静，那当然呢，这个新修大师呢。伊若无定自理，对家己佫无信心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呢，会使讲规个心乱纷纷嘛，4工听伊13届，咱就知影讲破功大道啦，咱讲的讲破功大道，毋知要安怎讲，无听伊，那么呢，伊是身为一个教授师，大家拢无爱听伊，拢退，拢要让互伊。所以伊身为教授师，袂当无听伊，当然嘛，佫无法度人互做了解讲，伊是毋是已经达到修行，应该有诶迄个标准，嘛无法度。所以讲呢，左右为难，左右为难，所以呢，伫这所在呢，无法度通真正呢来听出了解伊，即使来讲听伊呢。亦妄然的，因为伊无达到见性，你安怎听伊，嘛是拢是基础，佮再来呢，讲受乃思维啦，不如向落下疏度，将他和尚看见，不欲道好，即出礼拜，本是受作，欲道不堪。往向山中所为，修行礼拜，研修何道？当然呢，伊要天无祖，算讲无信心，要摕叫无祖看，摕袂起，摕袂出去啦。那么呢，伫遮为难的当中，伊后来伊开始想讲不如那么伫即个落下。就是讲伫即个走动的某一个地方，要注重伊写即首记呢，甲伊写伫即个落下呢内底，伫一片壁的内底来写出了着伊的字啦。那么呢，如果讲即个五祖有拄则过去看着，会是看着的时阵呢，若甲伊讲即首记，已经有达到见识，伊就即出礼拜，就出来甲伊礼拜，甚至甲伊讲，即首记呢，就是伊亲手所做，如果若是五祖看了后，伊无法度通真正甲伊肯定伊所做即首记，那么往向山中所为。也就是讲我着讲，伫即个道场讲要修行，已经经过了着有真济单，毋愈到进来，佫无法度通真正得到心有大法去体悟啦，伊也无法度去体验见性，所以讲呢，伊会感觉讲伊就是浪费啦，所以讲呢，即个
枉费了伊伫即个山中修行几年，佮而且呢，嘛枉费6000户医师、教授师，大师兄，那么呢，那么敬修行道，那安尼到底来到即个道场的意义又搁是啥？所以讲咧，伫即首题内底讲，终身在道场毕生不见得啦。那当然咧，咱嘛伫即个道场，等于来讲咱来到即个道场共款，咱来到即个道场呢，当然咱拢讲是无为而为，无为而为呢，毋孤单要达到无为而为，一定爱先行有为法，一定爱先行有为法，所以讲咧，咱伫道场，那么来讲求人道、修行学道、素食清口，那么伫道场呢，那么一直坚持，那么无非嘛就是讲，看有法度通内外双修，内外拢会通完各观，这就是咱来到道场伊的意义，互我正讲安尼毋是走向，咱敢知影互我的意思？咱来到道场是清楚嘛，修行就是要了解生死嘛，这咱一定爱清楚了解，毋是讲互我来道场伊就要超生了事，咱是无毋对，但是毋会主着这里而去修。只是讲，咱来到遮的宗旨甲目标，咱拢是清楚的，既然是清楚的咧，那么呢，甚至讲会亲像了着即个新修道大师共款，伊甲讲咧，终身伫即个道场，但是呢，有法度真正的建功立业，那安尼讲一句较迄个，时间一直安那一直做下去。那么所以讲起咱伫即个道场，咱必定就是爱安怎，咱一定要多行功了的，行功了的。那当然呢，咱是在家修，在家修的当中呢，当然难免一定有圣凡并行，当然要安怎伫圣凡的当中呢去出现，若有修道的名，无修道的性，到咱有一天呢，那么归空去了后，那么咱伫修行这段当中呢，会使讲寸光不离的话，那么也就是讲，空在人间所以为，必定就是讲咱各有修道的名，但是各无法度成就，安尼就可惜，所以或许。